喂。各位兄弟平安，礼拜还有2分钟就要开始，爱请大家会记得把咱的手机关机，还是用飞行模式，多谢大家配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迎咱所有的兄弟倒转来到伫咱的永光教会，咱倒转来遮看到兄弟姊妹大家聚集伫遮咱就是要来敬拜咱的上帝。感谢主，咱久久无看见天星兄哥、玉玲姐，哇，对南口来到伫咱的永光教会，大家甲握手一下，哇，期待久久哦，吼。所以哇，咱感受到哇，这老朋友倒转来时有一款的温暖无错知影立青姐应该在看直播哈丽卿姐伊即马伫安宁病房总是伊真孝念咱的兄弟姊妹，伊足爱倒转来礼拜，虽然身躯无法度，但是伊伫病房内面拢在看直播，逐礼拜拢在看直播，甲咱同心在敬拜上帝。所以立青姐，上帝甲你同在，你伫病床的敬拜，上帝有缘欢喜感纳，大家阿门吗？阿门。咱要用咱的心全然来敬拜咱的上帝，因为主讲，伊要救助咱，伊要伫锡安的山来坚固咱，阿门。是，所以咱每一个拢是伊所拣选的，佫是对耶稣基督所出来，因为咱领洗礼了后，咱领受圣神了后。咱就是圣神所生的囝儿，阿门，阿门。所以咱是圣神的囝，是耶稣基督的囝，哈利路亚。这个是牧师邀请咱起立，咱要备办咱的心，要用咱的嘴，用咱的手，用咱的脚，用跳舞来学乐咱的上帝，哈利路亚。牧师邀请咱大声咱要来欢迎圣神伫咱的内面。当圣神伫咱的内面做工的时，咱的心就火热。咱的唱歌就火热，你的心里就感受到有迄个快乐伫你的内面，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伊要赏赐敬纳敬拜伊、侍奉伊的人，拢要得到快乐。所以，咱要来欢迎咱的圣神伫咱的中间，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哈利路亚！咱谦卑来领受，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靠无你；圣神，我靠无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主。圣神，你对阮讲，阮是你所拣选的，阮是你所疼惜的，阮就爱将阮的重担放下，因为阮伫你的内面，阮就得到快乐，是迄个充足的快乐。阮的心有火热。阮的嘴要唱出阿乐上帝的声音，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是你对阮的中间除去一切这的病痛、这的颠簸、这的困境、这的忧闷，所有的烦恼拢摕掉。伫阮的内面只有圣洁的圣洁的主，圣神伫阮的内面对阮讲话。当阮吟诗唱歌拍扑的时，阮就得到上帝你的医治，迄个医治快乐就入来。圣神围伫阮的中间，互阮不管阮的年岁是怎样，阮有缘要勇壮来学乐主。因为耶稣基督你是少年的，阮也是少年的。耶稣基督你是有快乐，阮也是有快乐的。阿门。咱要当心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
咱三甲来祈祷来，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会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传阮入日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阿门。你来甲隔壁吼，你来甲隔壁，你甲伊拍婆啊，你甲伊讲，你的金丝娱乐跳舞大有气力，来，啊，甲伊拍婆啊，姐，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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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稳定到我用，来请上帝稳定到我用。你若相信，你就大声宣告阿门，阿门。来，搁对头一摆来唱。
家拢知到欢喜，阿妹吗？阿妹，阿妹。伊充满信心，甲边仔人讲，宣告讲，上帝是我的盾牌。上帝是我的盾牌，讲上帝是我的溃烂，上帝是我的溃烂，上帝是我的溃烂，阿妹。阿妹。虽然有时阵我心心乱流，总是有一项永远拢袂改变。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过去到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过去到永远，到永远。你我的天父是最。是有一项永远拢袂改变。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呼吸到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呼吸到永远。虽然有时阵我心心乱流，总是有一项永远拢袂改变，永远拢袂改变。大声来喝了主。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呼吸到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呼吸到永远。所有口啊声来敬拜主。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呼吸到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呼吸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海路亚，咱就捧一下归荣主，海路亚。你甲边仔的人讲，上帝是我的溃烂。上帝是我的溃烂，阿門，阿門。是咱的上帝，是充滿開來的上帝，充滿榮耀的上帝。阿妹。
当咱伫白听中，我相信听你即摆嘛听到我的声，今日足奇怪。我相信当咱伫白听中，咱倚靠上帝，咱开嘴用伊唱歌，伊的意义就要降临，阿免吗？阿免，阿免。天在宣布，上帝的荣耀，强中团拥，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心意，你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在你宝座里，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传你上帝，我要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的你，荣归。天在宣布，上帝的荣耀，强中团拥，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心里，你是我的上帝。手来敬拜主，哈利路亚！我的上帝，在你宝座里，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传你上帝，我要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的你。荣归你，
上帝创造咱的嘴，创造咱的手，就是要来敬拜俄勒伊。当咱伫遮，咱会当成就上帝伫咱创造咱的身躯的迄个功能、迄个快乐。所以咱伫遮吟诗的时，连天使天君嘛，咱做伙吟诗，阿妹吗？阿妹。咱也想到咱伫遮吟诗，将来咱伫天堂，阁有较大的吟诗。所以咱伫地上，当咱开始伫遮操练吟诗学乐的时，咱的快乐、咱的祈祷，上帝就听。阿门。所以咱将来伫咱的生命内面，咱会阁有较大的学乐的吟诗。快乐拢伫咱内面，兄弟姊妹，这个是咱要来祈祷。祈祷就是基督徒的特权，阿门。透过祈祷，会当捆绑这的对立，会当捆绑咱身躯内面这的病。透过祈祷，互咱健康；透过祈祷，互上帝灵降临来，互上帝灵开拓咱的心，互咱的心有较无有迄个能力。所以咱要透过这个祈祷。来甲上帝求，咱要爱求的，嘛是上帝就早要应允咱的代志，阿门。所以即摆是借着咱的祈祷，上帝要甲咱应讲：是，我要成，我要成，阿门嘛。阿门。咱要为着咱的幸福小组来祈祷。咱伫即个时阵，咱已经开始，即个幸福小组哪一个开动，一个开始的时阵，咱兄弟姊妹就需要警醒起来。为什么要警醒起来？透过幸福小组，在来甲咱提醒，一年咱有2届的幸福小组，在甲咱讲，耶稣要过来啊，耶稣要过来啊，耶稣来的日子逼近，所以咱爱紧传福音，爱紧传福音。厝里的人，什么人还未信？你看好，来甲伊传福音，来甲这个福音来对伊讲，伊就要得救。有一天，伊就要得救，阿妹吗？咱举手，咱来为着咱的幸福小组。为着咱的厝里的人也未信主的，咱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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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主啊，你点伫我的内面，哈利路亚，是啦，你听我的祈祷，哈利路亚，是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啦。哦，主，阮还阁有厝里最多人，阮的父母、阮的囝儿、阮的媳妇、阮的孙仔，拢还阁唔捌听见这福音。阮的丈夫、阮的太太，主你开来伫我的内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阮的幸福小组，阮已经开始。主啊，阮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就是主你所看见、你所看重，遐个未得救的灵魂，透过阮家邀请，互因会当来甲阮接触，甲咱的教会接触。主啊，因就要看见，这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伫地面上的见证。主啊，你互阮每一个副长，互阮的小组长，主你互因勇壮起来，互因无软弱，互因无松懈，互因看见主伫这个时间，就好参像一个征战。因为阮面对的是多有可能会反对的人，但是主啊，阮靠着你，互阮的信心、圣神的做工，阮要勇敢来邀请。因为主你讲，这外邦人若是信恁所若到满日期满的时阵，主你就要来。主，阮欢迎你来，求主你来帮助，互阮的家庭，互阮的家族，也阁有多人也未信主，甚至主啊，阮拢唔敢开嘴甲你邀请。因为阮真惊伊来甲阮拒绝，总是主，阮的快乐在伫你，主啊，你帮咱，互阮囡仔有嘴的，阮就会当开嘴来讲，互阮会当对因真正心中因的灵魂要得救，因为阮已经得救啊，阮袂当甲因放咧看因无得救，求上帝你赏赐，互阮有迄个勇气、快乐、信心来对因讲话，阿门。哈利路亚，手来敬阿拉主，哈利路亚。
荣耀，万民敬拜，敬拜上帝，敬拜尊重你。尊重你，献给你荣耀，尊贵怜悯，荣归你，献给你荣耀，尊贵怜悯，荣归你，荣归你。这句话，咱用讲的来，献给荣耀，来兄弟姊妹，将咱的正手举起来宣告，1、2、3，来，献给荣耀，尊贵怜悯，荣归你。咱来喊话3摆，哈利路亚！搁把这个娱乐归伫上帝，3、2、1，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再一摆哦。唔通看阮下面呢是70岁了，来，咱搁来宣告一届。当咱宣告的时阵，咱内面的活气就清出来。搁一摆哦，准备好未？好，这个拢是70岁以下的哦，吼！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福爱请归伫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来甲隔壁来讲，你讲我看你敢若50岁尔。民谦长老的20岁哈，甲边的人真有礼貌，甲伊尊严，来甲伊讲，请坐。阿门，哈利路亚。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10节，咱做伙来读，请。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伊坐落去，门徒话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散车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应允的土地。咬喙焦信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把照。到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为记着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为真做上帝的囝儿；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话伫咱的心中，成做咱一生的帮助。兄弟姊妹，今仔日是咱即几个咱的圣餐，咱即时要来领受圣餐，互咱备办咱的心。咱欢迎记纳属伫主的陪餐的，拢伫遮会人来领受上帝赏赐咱遮的圣餐，伫耶稣基督内面会听。咱来听主耶稣基督伊恩典的话，就是讲囡仔劳苦担重担的来就近我，你就会得到安息。阿门嘛。主耶稣伊也讲我伫门外，伫你的心底下拍门，听见的人来开门，我要入去。你甲我，耶稣也甲你要同齐的。感谢主。主耶稣伊赏赐咱，透过伊家己的定十字架来成做咱的救主，成做咱的帮助。主耶稣伊也设立圣餐，主伊伫受卖迄一暝，
伊摕饼掰开，祝谢。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来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了后，伊也捧杯提起安尼讲：这是上帝甲咱所立的约，是主耶稣基督的血甲咱所立的新约。当咱啉的时，咱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今仔恁食这饼、啉这杯，拢是表明主耶稣会死，直到伊搁再来。兄弟姊妹，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为着阮世间人的罪，为着我的罪，主你定死伫十字架，流出宝血，搁为着阮搁活，互阮真做伫永远拢会当甲主耶稣基督享受迄个搁活的活命。主，当阮伫阮的面前摆咧饼甲葡萄汁，主你要将伊分别做成。互阮伫啉了后，互阮伫食了后，阮搁一摆甲主你亲近，甲主你连结。因为阮若无食，阮若无啉，阮就无属伫你。主啊，阮伫即个时求主你的圣神伫阮的内面来运行，互阮明白耶稣基督，你为着阮死搁活，即个意义，即个价值，就是因为你疼阮，享受快乐。享受活命，享受平安，享受健康，享受医治伫阮的内面。感谢俄罗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这时，咱要请咱的长老，咱来服侍。这饼，我纪念你，亲爱耶稣，亲爱耶稣，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每当我今仔日已经受洗。你就是陪餐者，你就会当摕咱的杯，摕咱的饼。当你摕到了后，你会当来祈祷。摕了后，你目睭摕起来。多谢主的恩典，临到你。佮有啥物人还袂领受到的无？举手一个。还袂摕到的，请举手。好，咱稍等一下。得医治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兄弟姊妹，伫咱的即个2合1内面，咱伫顶悬即个幕，白白的幕，咱家己拍开来，咱即马来拍开，一步一步来。
你有摕到即个白色的即个饼，有摕到无？好，咱咱的琴手拢有摕到吗？哈，是。来，咱甲即个饼摕起来。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来定死伫十字架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来领受。咱的杯是蓝色的，咱来甲伊拍开。请咱来听，主耶稣讲，这是新约，用我的血甲恁所立的，恁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来领受。每一摆，你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拢是伫表明主耶稣的死，直到伊搁再来。阿门。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是有罪的人，阮有罪的人却会当领受无罪的耶稣基督，为着阮的误会，你为着阮来放杀你家己的性命。上帝，你是遮尔疼阮，你无看阮做无路用，无看阮做伫阮的罪恶内面的迄个罪人。主，你家己本身道成肉体，来到伫世间，来医治遮个破病的，医治遮个痴迷的，搁互死人搁活。主耶稣，你伫世间会行的一切，为着要互阮会当明白上帝对世间人的疼。主啊，当阮已经领受透过洗礼，透过圣餐，阮已经进入到伫主耶稣基督你的内面。主，你讲，阮领受你，你要踮伫阮的内面，阮也要踮伫你的内面。主，你要互阮人甲人，因为圣餐，因为基督人甲人要搁和。主，阮就感谢阿罗你，互阮的家庭搁和，互阮伫阮的小组内面搁和，互阮甲阮的厝边隔壁搁和。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是合一的主。阮伫圣神的内面，求圣神你帮赞，赏赐阮大的能力、大的稳定，互阮常常因为守圣餐，阮就知上帝主耶稣你透过圣餐，互阮明白你的教示，明白你的救恩，明白你的拯救，甲你赏赐阮的稳定福气。当阮领受这个圣餐了，主阮就充满信心讲。主啊，透过圣餐，你伫2000年前来到伫2000年了后来对阮讲话，主你踮伫阮的内面，你医治阮的身躯，互阮得到健康，互阮的灵也活起来。因为主你讲有就有，你分活气就有活气。主，阮感谢阿罗你，阮家所领受的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帝祝福咱。所听的姊妹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在这个天气变化的过程内面，咱拢求上帝保守咱互咱的灵是活泼，咱的身躯是温暖的。阿门。佮互咱有智慧，伫出入的中间，拢知影要安怎顾惜家己，因为顾惜家己就是会当荣耀上帝的名。阿门。顾惜家己就是对咱厝里人的一个祝福哦。所以愿上帝帮赞咱特别会当伫礼拜日分别做圣来到伫圣殿，今仔日佮甲主同坐倒。我相信上帝恩典要佮敢若加添伫咱的顶面，咱心内所求所仰望的，咱不断甲上帝求，甲上帝求，求甲什么时阵？求甲代志成的时阵。阿门。哇，这就是咱的祈祷哦。所以愿上帝互咱有这款的信心来倚靠伊吼。好，这时阵，请咱举起咱的正手，咱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倚靠圣神，
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愿的确要成全圣道，活出明灯，力行普世宣教的异象，和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这是上帝给咱永光教会的宣告。这个宣告，咱拢要用行动来执行哦。所以咱即马是伫对，是伫咱的幸福小组的时阵，咱就是要宣传圣道，要将福音会当普遍伫咱所徛起的所在吼。好，感谢主咱的教会所推动的2年读圣经的计划咱已经出埃及啊呢，对无？然后对咧读的就知哦。这是前礼拜牧师抄写的，对无？咱看哦，到是什么时阵出埃及？到伫拜二对无？拜二这是出埃及记第40章吼。然后到拜3开始就是马太福音开始吼。所以咱已经出埃及啊！你有出埃及无？阿门！感谢主哦！你甲隔壁讲，我即马是耶稣的门徒来。为什么？因为咱已经读到马太福音嘛，马太就是耶稣的学生哦，所以咱会当来看耶稣的学生遐接近耶稣的，安怎来记录耶稣的一生这个故事，咱拢会当透过继续读圣经，透过牧师的讲道的准备，互咱更较认捌，认捌耶稣，认捌真理吼。所以今仔日牧师定这个题目，咱就是对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10节，来做伙来思考上帝国天国伦理加福分吼。马太福音的作者伊是马太，原来伊的名叫做利未。伊是一个抽象的人，伫当时呢，你若是抽象的人，意思就是讲你是服务这个罗马帝国政府的，甲送抽象，甲送收税金，甲你家己的百姓犹太人收税金哦。哇！所以呢，因的方式是安那？哇！罗马政府就讲，你这个城，你爱甲我收，比如讲爱甲我收1亿。即摆呢收无1亿袂使哦，你一定爱收1亿，超过呢送的，超过我的啦，这是这个方式哦。所以咱知影，当时做抽象的人，对犹太人来讲，迄就是幽奸呐，是甲伊称作是罪人。所以咱看耶稣在讲，讲抽象的人是罪人，为什么？因为因真正是照着家己的私欲。伫剥削家己的百姓所以伫百姓中间看到抽象的要过这个城门拢真艰苦，因为安那有当时这个税官到底要对我好对我歹是讲我惊伊一个爱当做我欺视伊，可能要甲我摕较重的税金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形所以有一天利未就是马太，伊坐伫税关的时阵，耶稣经过遐所以耶稣就甲讲：你来对我。这个利未税官怎啊那抽象的，怎啊对耶稣呢？而且咱看见，伊真正后来就放弃伊的工作，专心全部来对耶稣。所以咱看，若是伊现在忠心跟对耶稣，成做耶稣所竞选的12个使徒之一。咱看伊所写的马太福音。甲其他的4福音，咱称作强关的福音，就是马可、路加、约翰来比较的时阵会发现一个特别的代志，就是马太福音拢总有1071节咯，然后有644节是写耶稣所讲的话，有厉害无？意思就是讲马太福音拢总有3/5。拢是在写耶稣讲什么，耶稣讲什么，耶稣讲什么，而且伊阁引用旧约有130节就是在引用旧约讲是，这就是证明旧约所证明的弥赛亚，即马已经伫咱的中间。哇！所以咱在读马太福音的时阵，咱会当看见
3/5拢是耶稣所讲的话。所以说你的若是圣经若是有耶稣讲的话是红字版的，你看马太福音的时，你会看哇，规页拢是安那，拢是红色的字哦。啊，这就是耶稣所讲的吼。所以真特别咯，马太福音甲四福音到底伫圣经学家因是安怎来看？意思马太福音在描写的弥赛亚耶稣称作基督的吼因拢是在写耶稣的故事哦。总是马太在描写的是君王的基督，君王的耶稣。马可呢，伊在描写的是一个真做奴仆的耶稣，路加呢是在描写的是人子耶稣，约翰福音在描写的是什么？伊就是上帝的囝，所以圣经学家就安尼讲，若是用圣殿来分四福音，咱嘛会当讲，马太福音是伫内院，马可福音是伫圣所，路加福音是伫外院，约翰福音是伫至圣所内面。哇！所以咱有无共款的角度真好，透过无共款的作者描写耶稣的一生，伊所讲的所做，互咱来读的时阵，咱就更较会当明白咱所信的耶稣基督。阿们！哇！这是咱对圣经的概念，牧师每一届，咱若读到对一卷的时阵第一个若讲到的第一篇，我拢会甲这个背景互咱较了解。牧师会感觉这咱需要知影的就会讲到时阵，甲咱做伙来分享吼。所以感谢主，耶稣是永远的君王，阿们。咱来宣告，耶稣是永远的君王，来。耶稣是永远的君王。是，耶稣是永远的君王。真特别咯，伫马太福音内面天国的君王有出现32届，伫整个新约内面。有出现33届，敢若伫提摩太后书有出现一届天国的君王，其他四福音拢无写，敢若马太福音有引用天国的君王32届，安尼有特别无？安尼足特别无？伊就是咧甲咱介绍，这位就是天国的君王，就是天国的君王，所以真特别咯吼。所以咱若读即摆读到第6章对无？第6章今仔。今仔日读第7章嘛吼，是天国的君王，伊伫马太福音第1章到第4节，伊就是来介绍迄个君王的家谱，基督的家谱。然后伊是怎样出世的？然后上帝佫差派一个先锋，基督的先锋就是行色的约翰有无？内底描写，互咱知影。然后咱对第5章看见。就是耶稣已经出来传福音，然后伊来传福音，第5章开始所传播的是什么？是上帝国的伦理甲人的福分。咱称伊做登山宝训，也是称伊做八福，对无？这就是咱所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那是安尼，咱就会当了解。既然咱信耶稣基督，那安尼。这个天国的君王，咱就是伊的子民咯，所以咱是天国的子民，对无？阿们。这咱爱确信的一件代志所以今仔日你若毋是天国的子民，今仔日听牧师讲这，你会听无？你若是天国的子民，一定听有，一定了解，这是真深深的一件代志所以咱感谢主，咱看伫一个国家，还是任何一个团体内面，伊拢会对因的国家。子民有一寡的规范，也是讲你有啥物款的权利会当享受，总是你嘛爱有啥物款的义务，就爱来尽义务执行来维持咱这个国家的和平，维持咱这个团体的真好的运作，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咱会当看见，伫咱的台湾就安尼来了解你会当享受的就是平等权啦，伫法律的顶面，法律之上。人人平等，对无？哇，这是真好的无论你真偌有钱、偌有势力，无论安怎，若是犯错就是犯错，就爱受法律的制裁。所以有这个平等权，佮有自由权有受益权，有参政权，人人拢会当参与，无论是选举还是备选，
咱拢会使哦。而且咱有义务，就是安那，咱爱纳税嘛，吼，爱做兵，查甫的爱做兵哦，爱受国民的教育，这是义务。连受国民教育嘛是义务呢？为什么？就是要互咱的公民的素质会当提升啊！大家伫生活，伫即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内面，会当有共同的一个了解。这嘛是真重要，对无？这甲咱教会是毋是有哪有相共即个意思？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体会了解。所以呢，咱看，即使若毋是生活伫咱台湾自由的国度的人，伊若是即个集权的子民来到台湾，可能伊袂习惯，因为因感觉讲，较会空阮无共款。咱若去到伫北韩好啦，中国也好，咱嘛会袂习惯，对无？因为迄较咱完全是无共款的制度。若是安尼，咱嘛求上帝帮助咱呢，会当体会了解，咱诚做上帝国度的子民呢。咱对上帝国的伦理，甲应该得到的福分，咱爱了解。那深深了解、体会时，咱才真正是活伫即个伫上帝创造、伫地那村、伫天的即款的福分内面。阿门。哇！所以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吼。所以咱讲八福，若是无进入伫上帝国内面，若无伫教会内面，要用即款八福来甲咱讲，大家人爱遵守安尼哦，可能因会感觉讲恁是戆人，总是咱既然伫即个内面，我相信这是上帝颁布互咱的，这是出自伊的祝福甲恩典哦，所以咱会当好好来了解吼。所以为什么安尼讲？即个八福也是讲登山宝训，就是用耶稣基督做中心啦。用耶稣基督做王呢？若有用这个基础，咱来看这的时阵，咱才会当去了解。所以兄弟姊妹，社会伦理的改变，天国的伦理永无变。阿门。咱做伙来宣告来：社会伦理的改变，天国伦理永无变。这是咱会当深信的一件代志吼。所以若是安尼，咱在讲上帝国，在讲天国。是用基督做中心，若是安尼会当来了解，就是用伊的本质甲伊的言行来决定上帝国的内涵甲价值呢。就是用伊的本质、伊的内涵哦，哇，这足特别吼。所以咱看，心内爽享的人，爱痛的人，温柔的人。腰喙达行无义的人，怜悯、挺起心肝，互人好好为着义受困着。咱看这是毋是拢是基督的本质？这拢是基督的本质咯。这若用一般社会的伦理，这是无人愿意遵守这个，嘛活袂出这款的本质来。这拢是基督的本质，所以这理所当然就正做咱基督徒的特质，敢毋是吗？阿门。哇，这是真水的一件代志吼。所以美国一个神学家山姆威尔斯伊就安尼讲，每一个八福，每一个祝福啊，前后半段无共款的意涵。前一段是叫做十字架，在描写十字架哦；后一段是在描写国约。伊在讲安尼，足特别的哦。然后伊有讲哦。讲伫即个十字架的描写是啥物？就是心内爽享的、骄傲、温柔、怜悯、受困着，有无？这拢是十字架的描写。然后后壁呢，在讲到安慰、怜悯上帝的囝、上帝的国度，这个拢在描写各活。然后伊讲哦，伫咱即马活伫啥物所在？就是活伫每一个八福的。第一福到第八福的头前甲尾啊，后句的中迄个倒点呐，伊在讲即个吼，真特别哦。我讲咱的生活拢是伫每一个福的前后的中间，迄个中的倒点呢。哇，这会当互咱去体会了解是，兄弟姊妹，对，可能伫咱的生活处境有遮有遮的情形，总是咱有一个。永远的愿望，就是伫未来上帝的应允的祝福，
必然落实伫咱的中间。不过后来，伫这个中间，咱就会当较去体会了解，讲是基督徒的生活，为什么咱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本质？是因为咱信靠伊，知影咱进入是上帝的国度，咱就理所当然会当活出伊这的特质来，伊的本质来，伫咱的生活中间。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咯，毋是这个在要求咱，毋是，是咱进入伫这个中间，咱理所当然就会领受对基督来的本质吼。所以伊在讲福吼 ，Macarius 哦 ，Macarius。福气吼，这是希腊文咯。伊讲即个福是啥物？有福的，还是讲足幸运的，还是讲真快乐的？总是在讲到即个福，通常是接着甲上帝的恩典的特权有关系哦。吼，所以真特别，即个福气毋是一般人咱在讲的。我外在会当享受偌好，哇，真快乐，总是迄拢是短暂的。耶稣在讲的，圣经在讲的，这个福是什么？是咱得到救了后，然后生命更新了后，对上帝互咱的，对上帝的倚靠，互咱的这款的平安，这款的喜乐，这是外在所袂当摇动咱的。因为咱讲，咱有迄个袂摇动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上帝伫咱中间，耶稣基督做王，阿门。伊掌管一切。伊互咱有即款的喜乐较平安，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咱看头前，在心内创伤的人，心内创伤的人，其实在讲的是什么？讲咱灵的内面有较无不断、较无真理的人，伊讲会当得到天国的福分咯。忧伤忏悔的人、痛悔的人，要得到安慰；温柔谦卑的，要承接土地；较无真理的，要得到饱。怜悯人的要得到怜悯，清起心肝，做清起心肝的人要看见上帝；关系健康的要称做上帝的囝，坚持真理无受威胁的，天国是因的。这是牧师家己的解说，用较简单，咱会当去了解来解说。八福甲咱生活内面有真正的福气哦，所以佫较特别。牧师在研究这个时阵，有发觉一个，第一福甲第八福啊，是用现在式。现在式是什么？就是即马就有的。其他的第二到第七福是未来式，是将来一定有的。若安尼在甲咱讲什么？讲天国是因的哦。心内创伤的人有福气，天国。现在是因的啦，要安尼解说，安尼有了解无？现在所以咱心内若较无真理，咱较无上帝话语，当咱有即款的较无的时阵，伊讲上帝国就活伫你的现在啦。阿门，安尼有赞无？哇，这是真水的一件代志，互咱来了解。若是安尼，第一福甲第八福，咱就会当讲。迄个人较无真理，佮坚持真理到落尾，现在就是活伫上帝国内面，阿门。所以咱在读圣经有重要无？咱在祈祷有重要无？就变作足重要，敢毋是？当咱较无真理，逐日对着教会的这时间来读圣经的时阵，你就是活伫上帝国内面啦。安尼有赞无？是因为有上帝话语。咱就知影，咱要安怎去分别是非，咱就知影伫生活内面，咱要安怎活出上帝予咱的真实甲福气，这是你我所有的哦。所以耶稣讲，恁着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个拢要煞互恁。阿门。哇，台语翻译足好的吼，恁大声着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个地上一切，这个拢煞互恁哦，煞互恁，就亲像讲。咱在讲甲你买一只鸡啊，对无？好啦，免费佮送你一只鹅，好无？哇，安尼有够好诶吼！哇，还是送一只猪，好，煞互咱呢，这是咱会当去深深体会。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知影持守真理、明白真理，这是你我诶生活袂当欠亏。
这是咱的生活，哪有啥物欠缺？咱甲上帝讲：主啊，你有应允，我较无真理，我持守真理。上帝国就临在伫我生活内面。上帝国是散车的吗？是病痛的吗？是欠缺的吗？是忧愁的吗？无哦，毋是哦。迄个国活的规律，伫每一个祝福的后壁，拢是要兑现的呢。所以，咱求上帝，互咱有一款的深信吼。英国的经济学家经济学人呐伊是EIU 吼，伊对世界各国的民主的指数有去做研究去评分咯。伊的评分上悬是10分安尼吼。伊安怎评分有分几种吼？伊5大种哦，就是讲即个国家伊的选举的过程甲伊的多元选举的多元性安怎吼？佫有伊的政府的运作是安怎？政治的参与，即个百姓政治的参与，政治的文化，公民的自由是安怎？伊用这5大项来做评估啦吼。真特别的哦，伊嘛甲即个分数出来了，就分做4种的国家。第一是完全民主的，第二是部分民主的，第三是混合的政权，第四就是威胁即个集权的政权安尼分4大类。你想咱台湾差不多当得几分？你想咱台湾差不多是甚物款的国家的分类内面？有好奇无？是毋免跳过，袂要紧。咱看今年2月27有颁布。去年民主的指数，全球167个国家，因安尼来甲评估，台湾得分是8.78，排伫第12名啦，有赞无？其实咱去年搁较悬哦，去年是8.9几哦，排伫第10名哦，去年哦，安尼今年有落1点咱知影可能知影为什么会落1点嘛吼。无论安怎，咱嘛是阁是亚洲第1名的呢。咱被称为是完全民主的国家，安尼有赞无？可能你嘛真好奇，中国得几分哦？这毋是我互伊的分数，是即个经济学人英国的经济学人的调查，互因的分数是2.11啦。因排名全世界是145名，因属伫安那？集权威胁的政权的下面，所以咱看到这个分数指数的时阵，咱不得不讲感谢主，互咱活伫这个完全民主国制度的一个国家内面全球是安怎？敢若6.6的人口生活伫完全的民主下面尔呢？敢若6.6尔呢？全球5个人就2个人是活伫迄个政权的威胁的下面。哇！那安尼比率来算下去，咱就知影，咱是何等得到上帝祝福的一个国家。上帝持守，互咱台湾会当现得自由民主，目的一定是要爱台湾成做世界的祝福，这是袂改变的一件代志。互咱会当，牧师会当一只自由来讲道，讲上帝国的福气。会当设立神学院研究神学，这个拢只有是完全民主的下面，较会当来达到这个自由所以愿上帝求，互咱会当不断祈求伊叫咱无拄着试探，叫咱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直到永永远远。咱每一届安尼宣告上帝的国度临到伫台湾。咱就相信上帝会继续保守咱的台湾，兄弟姊妹，这是咱所徛起的所在。所以咱愿台湾成做上帝国，阿门。咱来宣告来，愿台湾成做上帝国。哇，这是真好咱伫礼拜日拢会安尼宣告对无我去开道叫大家宣告，大家拢无啥习惯，有无？这种基督徒毋是嘛？哇，咱爱较食宣告的宣告是一种信心。对上帝讲，上帝愿你的旨意得成。哇，这款的宣告是大有亏咱的，就是将上帝的真理抓到伫咱的现今讲，上帝你的真理要落实伫阮的生活的所在。阿门。
所以这是你我所会当做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今仔咱看这段经文中间的这个金句，咱做伙来读好无？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马太福音5章3节，搁一摆来。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马太福音5章3节。咱若要来宣读宣告，要安怎来宣告？我宣告，我心内颂扬，我有福气，阿门。我宣告，因为天国是我的，阿门。阿门。咱过来宣告，照你家己哦，照你家己的心甲求哦来。我宣告，我心内颂扬，我是有福气的。我宣告，天国是我的。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吼，互咱会当有一款深深的体会了解。对，八福不是对社会所讲的，八福耶稣在讲八福是对教会既然承认伊设立行做基督徒的，咱拢会当领受，因为只有伫伊的内面，就是进入伫伊的身躯教会。才会当享受伊的同在，甲圣神的恩膏呢。这是你我会当深信，耶稣既然甲上帝国的伦理讲互咱知，伊嘛将这个福分互咱知影。咱若无伫这个所在，咱就无法度去体会。所以兄弟姊妹真特别咯。耶稣在讲的，毋是讲拿一支鞭甲你讲八福，你就爱安尼遵守哦，若无爱甲你拍，有无？无啦，迄是旧约啊啦，对无？10诫是有安尼对无？八福在讲的方式是啥？就亲像这罐芳水呢。我若甲这盆芳水摕伫我的身躯，有闻到无？有闻到无？有闻到我的芳味无？有无？有无？无啥闻到，不要紧，来。搁一届哦，预备开始。有闻到无？这边无对无？有闻到无？口罩配落来，口罩配落来，啊无你煞片面啊片有？啊，你都无闻到吼？哇，这款用不了呀！真好，上帝感动我讲，有无有闻到无？有闻到无？恁敢看有到？看无对无？总是有闻到，有闻到，这是一个哦，我那走了真喘的哦，为着要互恁去体会，伫上帝国内面，耶稣所讲的，这个福气就亲像芳水安尼。你只要入来，你就会闻到。哦，你只要入来，你就会闻得到。你若无入来，你伫外口，我在甲你讲八福，你讲迄无可能。阮较有可能。我较会当讲，家己我是做产车的，我做软正的，我较会讲安尼袂啦，我拢爱结甲足厉害的。总是伫上帝国毋是安尼呢，上帝国爱咱谦卑，更较济单单仰望基督，因为基督伊甲伊的本质显露，因为教会就是伊的身躯啊，伊甲伊的本质显露伫伊的身躯伫教会内面。所以咱看天星兄、翁仔某，甲伊囡仔今仔日愿意倒转来教会，阳光教会，因为伊知影遮有阳光的特别的味，对无？有无？今仔有香味无？哇，这别个教会无的啦，对无？好，牧师竟然甲你秀香水，我要讲，基督的香水要互咱，阿门。所以若是安尼哦，等下出去了，人会甲你问讲，哎呦，你是秀倒一排有无？你讲什么排？耶稣排啦，安尼就对哦，阿门。阿门。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去深深体会了解。因为圣经甲咱讲，因为咱伫上帝的面前，
无论伫得救的人的身上，还是灭亡的人的身上，咱拢有基督的香味，会当互因闻会到。安尼有好无？好。愿上帝互咱会当享受。所以礼拜一定爱来，读圣经一定爱读，祈祷一定爱热切。参加小组，互咱对真理更较了解，互咱伫培育的下面，大家会当紧紧进步，真正伫基督的香味内面，咱身躯带着伊的香味出去，就是美好的见证。阿门。这时阵，咱起立，咱做伙来讲，咱拢有基督的香味来，咱拢有基督的香味。哈利路亚。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那经历你为的赦免，带我进你，你是阮做情，天天白花到月无停。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那经历你的赦免，带我进你，你是阮做情，天天白花到月无停。哈利路亚。你讲情去心肝有福气，因为要看见上帝。我要牢牢找求你，我主，用单纯的心，相信你的恩。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那经历你的赦免，带我进你，你是阮做情，天天白花到月无停。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那经历你的赦免，带我进你，你是阮做情，天天白花到月无停。老师今仔日特别要为着你身躯有软弱，别伫这个时阵深深
主耶稣就伫这个所在，因为伊设立这个国度是为着咱备办。咱既然进入到伊的身躯教会，咱就相信伊的权行要一只自由运行。你伫你的身躯，若有特别有感动，你相信今仔日耶稣要医治你，你会当用你的正手，甲放伫你的心肝窟啦，还是你边疼的所在，好无？我甲潘牧师要特别为着恁，真紧为着恁来换手来祈祷，愿上帝的权能伫今日早起来运行咱中间来医治咱，阿门，阿门，阿门。来，家己开声祈祷哦！来，咱主啊主啊三声了，咱开声来祈祷，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香卡拉拉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你来做一个感动，啊，香卡拉拉拉，主啊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基啊，完全的医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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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呀，祈求来俄罗伊，哈利路亚！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那经历你一的下面，把我经历你是阮做证，你的白话到会无停，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那经历你的下面，把我经历你是阮做证，你的白话到会无停，你的白话到会无停，你的白话。会无停。咱有完目睭开开，目睭开开，老师要请问咱的祈祷，你有相信上帝有听？伊的医治已经在运行的，你举手一个，哈利路亚！是也互耶稣看，让耶稣知影，伊运行在你的手中。哈利路亚！阿门，阿门！请咱的手放下，主，阮多谢你。你行奇妙的事伫阮中间，因为你就伫阮中间。你要互阮更较健康，亲近你，更较有愿望，更较有经历你的同在。互阮成做社会的祝福，成做家庭的祝福，成做阮厝边的祝福。多谢你今仔日施行你权能的圣手，做伊的工作。多谢你，多谢你，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还是姊妹请坐。这是要请咱的主任牧师以及咱的长老来到伫咱的使馆，因为咱下一场有要洗礼，所以请咱的牧师甲咱长老即马来准备到伫使馆。咱等一个奉献，因为今仔日是圣餐，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所以咱要甲
奉献的钱，就特别为着咱的圣餐来奉献，有一个地啊，有一个奉献地，所以请咱来。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阮甲主是阮做钱，咸甜领受我命转换。请潘牧师事工分享。感谢主的恩典，互咱聚集伫遮来敬拜上帝嘛。透过信息，互上帝话搁一摆进入伫咱的心。相信伊讲，伊要内住伫咱的内面，咱嘛要内住伫伊的内面。阿门。就是圣心要甲咱合一，当圣心甲咱合一的时阵，咱伫每一件代志的顶悬，拢有快乐，拢有愿望，拢有活力。阿门。这是咱的关心，咱的教会的消息。这是咱圣经，咱的圣经的导读哈咱的圣经的导读，即马已经进入到伫马太福音，咱是一卷一卷一卷安尼读，咱按算伫2年要甲规本的圣经拢读了。上帝话就是快乐，人的性命是靠着上帝话才会当真正得到帮助。阿门。所以，假使你若还未读圣经的，你一定爱对会着爱甲咱的教会的圣经来对调，然后每一天拢爱来看上帝话，爱祈祷，这是咱基督徒咱的养分，咱的营养分哦，好，再来看下面。这是伫咱的顶礼拜新店行道会因所办的一年一届的烈火特会因为着要互全国甚至到伫咱的国外的遮的牧者兄弟姊妹，会当透过因所办的即个特会伫内面每一个人的信心会当得到眺望，所以因办即个烈火特会到即马，因每年办到明年就无要搁办啊。明年是因办第20年，因已经办19年，明年是20年，所以因这个烈火特会，每一年拢非常侪人伫顶礼拜4到拜6的时间每一天拢6000人，
就是伫和平篮球馆，会去即个马街150，咱伫遐办对无？咱的兄弟姊妹出动真侪人，然后咱伫遐做服务，就是伫迄个和平篮球馆。所以咱伫马街，咱几啊场加起来是6000人，啊，因是一场就6000人，啊，迄个6000人拢毋是临时报名的，拢是旧年就报名的。所以伫内面嘛有马来西亚有国外啊，因伫国外拢非常侪人来到遮。牧师伫遐有听见一个真非常激励的见证，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牧师，伊伫2-3年前来到伫台湾来参加即个烈火的特会的时阵，伊伫遐受到真大的感动，所以伊转去到伫马来西亚的时阵，就邀请马来西亚做伙，然后伫遐来办。邀请即个神道会牧师去到伫马来西亚，因第1年办的时阵偌济人，1400人，1400人。第2年就是旧年因办的时阵偌济人，3700人。到伫今年因要搁办，因为因遐一个办落去了后，兄弟姊妹拢受到福音的激励，就好参像。遮个以色列百姓，遮犹太人，因听到耶稣在讲道伫会堂讲道的时阵，因讲：哇，这个耶稣伊讲道真无共款，咱的心检毋是火热的嘛？因来到遮参加这个特会，因的心是火热的。兄弟姊妹，咱的基督徒，咱每一摆的礼拜，咱来到伫咧教会礼拜非常的好。但是有时阵迄个柴苦呢，柴苦会冷冷对无？会冷冷，所以因这叫做烈火，就是要互遐冷冷，然后搁一百岁，搁礼拜时你就搁烧旺起来。所以迄个牧师伫分享的内面，因今年的马来西亚是8000人来报名。哇，这就是代表伫即个国家内面，因有侪人来较无信心。较无信心，迄个国家才会平安；较无信心，迄个国家才会受祝福。所以兄弟姊妹，咱毋是靠家己的气力，嘛毋是靠武器，是靠耶稣基督。别人靠兵靠马，独独咱靠耶和华上帝的灵。阿们吗？所以咱一定爱祈祷，任何会当帮助咱有信心的，咱拢会当来参加这个聚会。好，所以感谢主，互咱伫这一届，咱的教会有28个，有真侪所在，请游览车一个教会来参加，就是100个人。哇！所以因非常充满迄款的上帝赏赐因的恩典吼。所以这是咱的烈火的特会，每年是2月，同款即马拢已经报名吼。所以咱即马咱的教会牧师呢先甲因预约30个人，30名。所以即马阁有剩7名，咱已经报23个人，所以咱阁有7名会当来报名，因为咱若超过这个时间，就拢无名额吼。所以每年嘛是要伫和平篮球馆，咱上近的南部爱阁坐游览车起来，因爱阁坐高铁起来，阁爱住饭店，所以因开的钱真多。所以这个新店神道会，互南部的人报名只要500块。非常真俗的介绍。咱北部的人呢，因为咱毋免住饭店，所以咱北部的人甲因支持嘛，互神道会因办这个活动，会当得到经费的支持。所以咱一个人就爱交2000块。好，这2000块毋是你敢收遐济，毋是，咱用一个奉献的心，多谢因愿意为着台湾的百姓办这个特会，来鼓励人军队耶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咱参加的。假使你若要报名，今仔日你把握时间来甲咱的会宴干事来报名。好，过来咱来看。咱今仔日是圣餐咱等一下是洗礼等一下，所以咱嘛为着这个洗礼的家庭会当来为着因来祈祷。好过来就是咱母亲节，咱母亲节5月11，咱的教会要办宴席。要特别为着尊荣遮的老母，然后互咱今年
2025年是咱全家归主、全家蒙福的一年，所以咱的教会特别来办伫5月11，不是伫咱的教会吼，咱伫迄个状元楼的餐厅，人的结婚拢伫遐办，所以是一个真水的宴席馆吼。咱伫遐办，为着就是讲，要互咱伫今年咱的家庭做囝儿的，咱会当邀请咱的爸爸妈妈。特别对妈妈，因为咱拢伫母亲节，咱会想要煮餐，对无？咱即届当透过教会班的邀请，因来到伫教会。咱遮一道，哇，我的朋友，遮一道，你的朋友，哇，即道是阮兜的人，非常的欢喜。这就是上帝要互咱有一个真好的稳定的组织。所以你若还未报名的，你会当来报名。你本身若是做妈妈的，你有一个尊荣价300块。若是一般的会友，咱就500块。青少年在学的嘛是300块呀。所以咱有定要爱50块的。咱即马大概是报370几个人，370几位。咱会当搁继续邀请无？会当到伫4月20，咱来把握即个足难得。毋若是咱家己的家庭，佮会当甲其他兄弟姊妹、熟悉兄弟姊妹，咱会当坐做伙，坐伫隔壁桌。这无常常有的哦，无常常有的。所以今年是特别今年来办这个宴下的母亲节的庆典，所以邀请咱兄弟姊妹继续来邀请咱的新朋友，也是厝里的人。过来就是咱的青少年的撼动星球即马有缘在报名吼。咱的早鸟价伫4月27号，所以咱的囝儿、咱的孙因若是伫国中以上，拢会当来报名参加。伫即个营会内面，要互咱的囡仔来教育因，互因知影有一个信仰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互因行伫正路内面，互因嘛会当归属伫家庭，认捌父母是上帝所赏赐，所以怎样来学习来尊重父母，会当听上帝，听家己，感觉家己是有价值的，毋通对世界下遮的行伫世界的歹。所以咱即个撼动星球的青年的领袖的营会是非常的好，一定爱鼓励你的孙你的囝儿是说来报名来参加。咱拢开真济钱去参加外口的补习，任何活动，但是迄对伊的心灵无有真大的快乐。咱来参加这，是对你的囝儿是一个真好的祝福。好，过来，咱的幸福小组咱即摆咧推行幸福小组然后咱有认领6636提出6个名单，你应该所认捌的，毋若是6个人，对无？6个人，伊还未信主的，然后6天，你甲你的组员6天为着即个人提名。为着即个阿敏提名，为着伊6天来祈祷，然后你总共6礼拜会当为着伊祈祷几摆？36摆，36摆，即个人袂得救吗？我甲你讲，会得救，无拄拄是你看到，总是圣神的轨迹已经伫伊的内面的，因为你为着即个阿敏祈祷，为着即个阿辉祈祷，兄弟姊妹。你的厝里的人，也阁偌济人也未信主的，毋望你来看重伊，就参照耶稣来救咱共款。所以即马咱认领的人数是1160位，所以咱继续来提名，为着因祈祷，咱要看见遮的一个拢要归伫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内面。好，过来，好，咱伫永和国中，伫4月25，咱有要招募志工。要做啥物货？因为咱要为着因有毕业，今年准备要毕业的200个学生，因要考试，大家拢去庙拜迄个文昌君所以咱有耶稣基督有遮尔好的上帝，是安怎咱无要介绍予因？所以学校咪讲因去拜拜嘛爱恁的耶稣啦大家心灵拢会当来甲因保护。所以这就是咱有机会入去到校园。因为有200个，要摕200个祈祷，爱几个人？因敢若互咱40分尔，40分要甲200个人祈祷，所以咱是毋是爱真侪志工，真侪咱的同工出来为着因祈祷？
是，所以牧师来邀请咱，你若是愿意伫4月25下晡2点到3点1点钟的时间，分别做成互上帝用来服侍这各中生，因为你的服侍，你会记到，伊会考到好的学校，佮会当来明白耶稣，感受到你有真好的见证。阿门。好，过来。咱要开中级会甲小会吼，所以这是伫礼拜四了后，过来。好，咱的中永和联导会，咱伫4月17伫咱的教会为着年底的这个年底的圣诞节活动要伫遮有开会吼。好，过来。咱的牧区牧师伫遮有一个消息要来公告，互咱知影。咱对4月开始，咱的相连原来的相连牧区有2个小组，潮新小组跟宜林小组，即马是2个小组吼。咱这2个小组要并入来加入伫国宾的牧区，国宾的牧区，为什么呢？因为咱要做区长吼，咱的区长的身躯爱真勇，但是伫咱的相连内面，因为大家年岁拢较济，所以体力嘛较不足，所以无有人会当起来做区长牧师邀请，但是感觉身躯无法度吼，所以咱即马就将咱的潮新小组、宜林小组这2组，咱并入伫国宾的牧区吼，安尼会安怎呢？安尼就互咱的相连，咱拢毋是老人啦，所以若是有人要加入伫咱的潮新小组，会使无？伊若50岁会使无？若要加入伫宜林小组，会使无？会使。所以咱就甲这2个小组并入伫国宾的牧区内面吼。好所以请咱嘛知影这个部分。好，过来，咱的养亲的运动会是4月19，咱会当来报名，所以咱再来注意这个消息。过来，好，咱的囡仔伫复活节吼要找卵吼，所以咱嘛会当来邀请新朋友。好，咱特别为着健康才会需要兄弟姊妹，就是这个孝友节甲这个礼庆节。礼庆节咱可能较熟悉礼庆节伊即马已经转去到伫迄个缓和病房，就是安宁的治疗吼。礼庆节非常的少年咱，我去甲伊探访的时阵，伊讲伊足期待有机会会当去转来，然后来看到咱吼。不要紧，咱来安排时间来甲伊看，互伊看吼。伊逐礼拜拢在看直播，所以迄个直播哈，如果可以扫一下那个长者的部分，音控师，好，可以扫一下长者部分。我甲伊讲，即马要甲你扫过你拢甲伊下手者，因为伊即马伫直播的顶悬吼，伫病房。后壁你拢甲，咱来甲礼庆节甲下手一个，甲伊讲平安。礼庆节伊非常的少年咱的兄弟姊妹，哇！今仔天生兄。哇！因搁转来吼，牧师即阵拢一直想因，结果伊今仔日就转来，是足奇妙的吼。真正是恩典，上帝嘛继续保守咱的天生兄拜托伊的囝明德吼，明德，这咱的青年呢，你逐礼拜拢甲载爸爸来好不好？载妈妈来。伊来遮吼，伊会加足健康诶。感谢主，上帝祝福即个家族吼，咱拢真少年因。好，安尼个边仔有新诶人无？好哇，咱要来介绍咱诶一位对国外倒转来诶罗仙玲罗姐妹，毋知伫倒位？哇，仙玲姐，欢迎你，欢迎你！你对倒一个美国吗？苏格兰。好，是对，好爱丁堡是，所以是对苏格兰来伫爱丁堡，所以咱欢迎咱的罗仙玲姐，哇，咱一次一拜欢迎，永远欢迎，上帝祝福你，请坐，请坐。这个是咱同心来起立，咱们做伙来互相请安祝福。祝福你，平安好气满满心，满心心来祝福你，光芒华丽丽来，将你的祝福来分出去，互咱的仙玲姐，平安这里，平安就。
受着你的祝福来甲伊，大大来甲伊祝福。你若祝我，你烦恼拢无去，处处大好去。去咯，上欢喜。你烦恼拢无去，处处大好去。咱由咱徛在牧师来祝福。但愿耶稣基督你的恩典透过今仔日的信息，互阮了解伫天国内面的伦理。是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徛伫即个地面上，嘛会当照着上帝你天国的伦理，互阮三对待，互阮人甲人的中间有上帝你和平的关系。你要祝福伫阮台湾，要祝福伫阮每一个家庭，对即碟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上帝祝福咱，请坐。